大家好，好高興今日可以同大家簡介優化升降機指引同埋相關嘅資助計劃。喺高樓密集嘅香港，升降機係我哋每日使用嘅重要運輸工具。由於使用量高，升降機機件嘅損耗係無可避免嘅。舊式嘅升降機雖然能夠達到當時嘅技術水平，但係就未必能夠同現今最先進嘅技術水平看齊。機電工程署喺2011年推出優化升降機指引，希望協助升降機嘅負責人透過各種優化措施，令到現有嘅升降機更加安全、可靠同舒適。而家會播放一段短片，介紹優化升降機嘅方案。舊式升降機係有7類可以改善或者加裝嘅項目㗎。第一，安裝雙重制動系統。舊式嘅升降機可能只有一組制動系統，萬一發生故障，機箱制動功能可能就會失效。雙重制動系統嘅好處係有2組制動部件，即使其中一組失效，另一組亦都可以確保升降機安全運作。現代化嘅雙重制動系統都有2組獨立嘅制動系統，一般分別設有電動監察系統。第二，加裝防止機箱不正常移動嘅裝置。當升降機門打開，乘客正進出機箱嘅時候，如果機箱出現唔正常嘅移動，可能會導致意外。要防止呢一啲意外，可以加裝內置備用及自我監測裝置，例如甲纜裝置等，加強制動系統嘅功能，可以防止機箱喺偏離正確停定位置嘅時候出現嘅不正常上下移動。第三，加裝防止機箱向上超速嘅裝置。升降機有可能會因為故障而超速向上撞向井道頂端，造成意外。防止機箱向上超速裝置可以自動探測到呢啲唔正常嘅向上超速移動，立即剎停機箱，避免意外發生。第四，安裝機箱門鎖，現代化門刀。安裝機箱門鎖可以防止乘客喺機箱裏面強行打開機箱門。舊式升降機嘅機箱門喺開關時有機會夾到正在出入嘅乘客，而現代化門刀嘅用處係當有乘客進出，而機門又正在關上，門刀碰到乘客嘅時候，會自動將機門重開，以免造成意外。第五，加裝對講機同埋閉路電視系統。如果乘客被困喺升降機裏面，就可以直接同管理人員溝通，管理處亦可以即刻通知承辦商同埋消防處。有啲較先進嘅對講機系統，更加可以讓乘客直接同註冊承辦商嘅24小時服務中心聯絡，要求救援。閉路電視系統包括一個裝置喺機箱內嘅攝影機、緊急警鐘同蜂鳴器，並且同大廈管理處連接，萬一有意外嘅時候，可以迅速採取行動。第六，安裝障礙開關掣，保護懸吊纜索。懸吊纜索過度磨損係懸吊纜索斷裂嘅主要原因之一。如機箱或對重裝置嘅移動受阻，但驅動器仍然繼續運行，懸吊纜索同纜轆就會嚴重磨損。安裝障礙開關掣就可以防止懸吊纜索同纜轆喺故障發生嘅時候過度損蝕。第七，加裝自動拯救裝置，係為咗萬一停電嘅時候，如果乘客被困喺升降機內，自動拯救裝置可以維持升降機短時間嘅運作，讓乘客離開機箱。我哋建議舊式升降機嘅負責人可以考慮根據指引優化升降機，又或者將整部升降機更換，令到升降機可以達至現今最新嘅安全水平。完成優化舊式升降機後，可以節省運作成本，而更換升降機更加可以節省能源開支，為升降機嘅負責人提供額外經濟誘因，加快優化舊式升降機嘅進度。負責人可以同佢工程顧問或者升降機承辦商商討有關方案嘅技術可行性。而家會播放另外一段短片，同大家分享優化升降機嘅3個成功個案。大廈成日咧都有好多貨上上落落，但係仲係用緊拉門嘅設計，又慢又唔方便。舊款升降機出入仲係用緊推拉門，住戶有時買餸拎住1袋2袋嘢翻到嚟都冇手去推拉門，而且推拉門設計對老友記同小朋友真係好唔方便。我哋大廈嘅升降機
每日嘅使用率都比較頻繁，我哋都想啲用戶可以用得安心啲，所以都為升降機進行咗優化。全香港現時約有7萬部升降機，為市民提供便利可靠嘅服務。早期嘅升降機雖然已經達到當時嘅法定安全要求，但隨住科技不斷進步提升，呢啲升降機喺安全同埋節能方面，未必可以同今時今日最先進嘅技術睇齊。而且升降機使用量頻繁，亦會令機件耗損，加劇升降機老化。優化或更換後嘅升降機，既慳電又更安全。優化後嘅升降機可以達到慳電節能嘅效益，啲電用少咗嘅同時，亦都慳咗錢。停 lift 嘅次數同時間亦都少咗，大家返工放工都變得更加暢順，租戶嘅投訴都少咗。今次優化係加裝咗7個安全裝置，令到技術嘅標準提升，同目前先進升降機嘅水平係相若。唔單止保障咗使用者嘅安全，就連1年2次嘅特別保養都唔使，咁就係邊邊雙贏。升降機門加設咗門刀，老友記行慢少少都唔驚會夾親，出入唔使再擔心冇手去拉機門，真係方便咗好多。租戶對新升降機嘅評價都好正面，佢哋都話新升降機靚咗，壞 lift 嘅次數都少咗。對大廈嘅外觀睇落靚咗，連大廈嘅形象都提升埋。而且優化後嘅升降機更加安全同埋可靠，使用者可以對升降機嘅安全更加有信心。大廈住戶對新升降機嘅評價都有讚冇彈，升降機用電少咗，慳咗啲電，又可以減少對環境嘅污染，大家出入又方便咗，大堂睇落都新淨啲啦。喺優化工程嘅進行期間咧，對大樓日常運作嘅影響唔算好大，因為都有其他嘅升降機可以搭住先嘅。咁我哋亦都會同佢哋講喺呢個時候咧，只係一時嘅不便。咁佢哋咧都好理解同體諒。大家都知道升降機其實日日都會用到，都覺得呢啲錢係用得物有所值。佢哋係廠家，係啲大老闆、管理公司同埋電梯公司，佢哋俾一啲有效嘅數據，佢哋參考，佢哋知道將來會慳到幾多錢。甚至乎有可能咧，連部機都慳埋。佢哋嘅投資係長遠有回報，同埋一定有回報嘅時候，佢哋係好樂意參加呢個優化升降機嘅計劃。睇到機電署優化升降機啲宣傳之後，發現優化升降機可以為我哋帶來好多好處。優化之後可以提升升降機嘅技術水平，咁我哋啲住戶喺乘搭升降機嘅時候都可以安心啲。優化舊式升降機，慳電減碳更安全。優化後嘅升降機可以節省用電量，減少碳排放。中電同港燈都就各類樓宇嘅節能改善工程推行資助計劃。如果大廈嘅升降機優化或更換建議方案涉及節能元素，都可以申請有關資助㗎。大家快啲行動啦！有興趣優化舊式升降機嘅業主，可以聯絡你哋大廈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又或者掃描 QR Code， 即上機電工程署嘅優化升降機資訊站了解更多。跟住我會介紹有關優化升降機嘅資助。喺政府嘅資助計劃方面，主要係有3個嘅。第一個係由市區重建局管理嘅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第二個亦都係由市區重建局管理嘅公用地方維修資助。第三個係由屋宇署管理嘅樓宇安全貸款計劃。除咗政府之外，中電同埋港燈都有推出其他嘅資助計劃。分別係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管理嘅中電綠色樓宇基金，同埋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管理嘅港燈知識用電基金。以上我提及嘅資料，大家都可以喺機電工程署優化升降機資訊站嗰度揾到嘅。
跟住落嚟，我同事會同大家簡介數碼工作日誌。大家好，咁我今日講嘅咧就會係升降機及自動梯數碼工作日誌。咁同大家介紹數碼工作日誌之前咧，可以睇下現時咧升降機嘅業界咧用緊嘅工作日誌係點。咁呢本工作日誌咧，其實記錄咗好多有用嘅信息啦，就例如咧升降機嘅技術資料啦、維修計劃啦、維修記錄啦、故障嘅記錄啦，甚至有冇運過 lift 咧，其實都會寫喺呢本升降機嘅工作日誌入邊嘅。咁現時法例要求咧，電梯嘅負責人啦，即係升降機或者自動梯嘅擁有人或者物業管理人，都要為電梯咧去備存一本工作日誌，就係綠色呢本嘅工作日誌。咁升降機公司咧，同埋從業員咧，就需要將一啲電梯嘅資料啦、工作記錄啦，就填寫喺呢本日誌入邊嘅。而我哋機電署做巡查嘅時候咧，都需要去睇呢本嘅日誌。咁但係由於咧佢係紙本形式咧，我哋發現咗係紙本形式咧都有一定嘅限制啦。咁會有啲咩限制咧？咁呢度有4點嘅。第一點啦，就會係有啲資料咧俾人刪改或者改咗、查咗，都唔知係幾時或者邊個查嘅。第二啦，保存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困難啦。我哋亦都見過一啲比較殘舊嘅工作日誌咧，亦都有工作日誌唔見咗嘅個案嘅。咁第三啦，咁字體方面咧，有時都極具藝術成分啦，唔係個個人都睇到，咁因為都比較潦。咁由於第四啦，就會由於個屋苑或者大廈個電梯個數量咧就比較多，咁工作日誌咧就會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咁要越揾嘅起上嚟嘅時候咧，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咁而呢個咧就會係呢幅圖咧就係一個數碼工作日誌嘅架構圖啦。咁其實左手邊咧就係我哋機電工程署嘅系統啦，咁連接住呢個數碼工作日誌啦，呢嚿雲啦，咁就會係由三方去保管個工作日誌嘅，就會有機電署啦、升降機嘅業界啦，同埋lift 嘅負責人嘅，咁就去共同去保存呢個帳冊嘅。咁而咧下邊咧就會係主要嘅幾大用家啦，分別咧就會係從業員啦、承辦商啦、負責人啦同埋機電署嘅。咁亦都可以透過手機嘅應用程式啦，或者網上平台咧，隨時隨地咁樣可以去輸入啦、檢視啦同埋分析嗰啲資料嘅。咁呢個數碼工作日誌嘅功能咧，我哋希望咧做到實時、快捷、方便啦。咁你其實可以見到圖上面咧，第二張咧，以前工作日誌咧，淨係有可以睇到文字嘅啫。咁依家咧會加咗一個相片嘅功能啦，即係可以上載相片嘅功能。咁就可以令到咧，升降機嘅負責人咧，可以更加了解工程公司，即係升降機承辦商啦，即係 lift 公司佢哋咧，究竟係做咗啲咩嘅保養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實時嘅報告啦。咁佢就會喺做完一個工程或者保養之後咧，就會發一個訊息佢俾你哋嘅手機啦，或者係網頁版上邊咧都可以睇翻嘅。咁你哋可能就會問啦，咁其實呢個數碼工作日誌咧，對一個負責人有啲咩好處咧？咁其實咧，可以呢個負責人咧，可以透過一個叫智能報表啦，就可以做好一個設施嘅管理啦，或者一個揀選一個比較好嘅升降機承辦商去管理自己嘅 lift 啦。咁其實全香港咧大概有7萬部升降機啦，1萬部嘅自動梯啦，咁加埋大概有8萬多部啦。咁其實而家咧已經有65000部左右嘅升降機同埋自動梯咧，已經採取或者開啟咗呢個數碼工作日誌㗎啦。咁呢個數碼工作日誌咧，其實係喺2022年啦11月30號咧正式推出嘅。咁費用方面咧，亦都係全免啦，而且咧係獲指明為咧法例上嘅指定表格。另外咧，採用數碼工作日誌咧，都可以滿足到備存工作日誌嘅法例要求。咁法例要求咧，其實呢本工作日誌咧係需要至少用完之後啦，咁至少要保存3年嘅。咁依家我哋署方咧都會幫你哋去保存至少3年嘅資料嘅。咁如果有任何問題咧，咁都可以透過我哋嘅熱線電話啦、WhatsApp 啦或者電郵，可以去向我哋查詢翻啦。咁另外咧，我哋機電工程署嘅網頁入邊咧，都會有一欄咧係數碼工作日誌嘅專題網頁，咁上面都會有一啲背景簡介、宣傳短片、用戶指南，去俾大家去了解更多嘅。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唔該。